乡警告站，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台南市永康较闹热的街啊，伫早暗7点多是传出压死味，警消赶紧到现场处理，赶紧甲疏开周边300公尺内的店家也有人员，嘛赶紧压水防护。加速公司是赶紧甲压死头拐起来，那嘛拍怪手透明的抓牢。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部分路段，目前嘛敢若会当单向通车。现场油水线、喷水防护、边仔也油防锁线。台南市永康中正北路闹区，初五暗7点外，突然间闻到正高的压死味。上桥接到保安派人到现场，伫水沟边检测到可燃性气体，所在差不多伫3拍到5拍之间。除了看水线防护，也甲附近300公尺内店的人拢撤离，路也封起来。雅士公司派人到现场看，暗时10点先甲2边的闸门关起来，又个调一台怪手来现场。但雅士浓度降低了，地中挖一坑，设一个新的闸门，透明找老雅士的所在抢修。因为这附近正闹热，边仔也个学区加真侪旅馆，闻到雅士味，大家拢惊惊。确实有侦测到瓦斯的浓度啊，所以我们就拉起了封锁线，然后进行了一个疏散了麦当劳及曼都的所有居民啊。那后来大台湾瓦斯公司，我们请他过来到现场将那个深坑国小及鸟松地区的拔头关闭。本来正闹热的市区，因为撤离封路拢无半人，虽然拜五大家也过来上班，敢会影响民众上下班，也过来看现场抢修的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所以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头大部分拢是多云，高温大约是30度至33度。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是水汽已经有比昨较少啊，也毋过受偏西南风，也有南风刷入来台湾西部海岸影响。今仔日伫西半部有短暂阵雨，也若过到了后，各地头是爱细致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日敢若伫西半部的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6月份即马是台南新市白莲雾大出的时阵，也毋过因为最近在落黄霜雨，所以一寡还未高分的白莲雾拢已经互雨水拍落来，农民估计讲这损失超过3成。因为黄霜雨后面，全台湾这几天拢落雨天，有寡所在是汹汹上大雨，这嘛影响到台南新市真有名的白莲雾产业。透早交易行内有8档历史的老庄白莲雾，900斤的果粒落甲规涂骹，本正比较分析，6月准备采收，无因落大雨，地势果行严重落果，农民无奈讲损失超过3成以上。这落去啊，这拢超过100斤去啊！这我看若要讲。伊落的啦，吼，我看拢差不多伫迄个4成左右啊。伊落了，啊，剩的伊当是大起来啊，无这尔济，伊调这尔济起来嘛是品质嘛是无好啊。农民表示，无论是新庄也是老庄，拢有落果灾情，尤其是白莲雾上惊拄到连续落大雨，讲安尼先会造成果树吸水过量，地头就会裂开，才会互果粒开始落。目前整体损失也搁爱进一步统计。大汉就开出来，伊就搁落啊。伊会搁落，因为伊个粒无上惊，落雨炎热开落安尼，伊迄水分甘伤济，也是安那，伊自然就总会落去啊。白莲雾是台湾早期品质，香搁甜，风味搁真特殊。农民讲是因为庄脚厝边头尾拢通看到人咧种，毋过即阵土地开发，地势高处减少，就算新市区公所咧设产业再生，即摆莲雾丛也无超过50丛，一台斤大概爱300起跳，因为数量少，相对计数悬，按算今年量会搁减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回答海外总部即马确定要起伫北树科，也毋过到底是伫北树科的倒一块地？台北市长蒋万安伫昨昏表示，回答有讲啊，就是新工人数标着要 T17甲 T18。继续看中国时报，政府部门的公务车最近因为公器私用出现争议，即马有几名民进党的立委嘛，指控讲，伫今年的1月7日有一场食饭会，吴佩益、黄哲、辛碧荣拢互看到讲坐立法院的公务车去参加聚会。立法院较资深的人士是表示讲，这并无违反规定，只是讲社会观感无好尔。
来看自由时报，台湾糖业协会前董事长张友辉，捌做过行政院秘书长，即马防指控伊涉嫌招商规定，聘家己去做高级顾问，领走772万的薪水，而且各说公益协会去申请援助，伊的后生嘛防指控讲有担任职务去领走600多万，也毋过有领钱却无咧做事。检方昨昏甲张友辉爸仔囝等7个人，依照违反背信、伪造文书这罪起诉。因若家己的检方是接到检举，讲伫东石乡去年开始动工的渔电共生这个案场，业者即马互恐吓，要甲讨400万。检方发动搜索了后，有约谈相关的人士，内底有一个嫌犯，伊讲伊是家己关的议员，蔡正义的助理，也毋过这个议员对外背回讲毋是。尾啊，检方侦办煞有2个嫌犯互收押。调查人员伫咧现场出入入搜查，因为嘉义地检署接到检举，我第61线东石乡这个渔电共生案场，去年开始动工，敢若因为施工的声音伤大声，互一寡村民反弹电情抗议。有地方人士讲要做中人协调，甲利用业者勒索400万。我们猜，我们只是那个来帮忙送货而已。我不是老板的，我也不知道，我没听过这些。最后拖班车也是伫咧现场出入，包厢拢讲对勒索案无了解，因为涉嫌恐吓的其中一位姓张干的查甫人，个人讲伊是外号何撇仔的嘉义县议员蔡正义的助理，所以大家就怀疑何撇仔深受涉案。对此，蔡正义否认，讲这个人毋是伊的助理，是做兵的时阵熟识。被告张简以及王姓男子涉嫌恐吓取财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均请回。南部这几年积极发展光电产业，才传出恐吓的案件。听讲案情有可能扩大到台南、高雄。检方随时传8位被告9位证人讯问，认定姓张干加姓王的查甫人涉嫌恐吓取财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审理了认定，被告2个人的供述内容无符合，本身的讲法也前后无同款，对案情的重点一直闪避。并且有交串共犯或者是证人之余，裁定羁押禁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总统阿里瓦诺拜三来咱台湾访问，本地昨早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的外口要用军礼来欢迎访问团，也毋过因为昨昏在落雨，才改伫室内举办。这是因为前2日马绍尔总统嘛有来台湾，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尾也是2个总统咧压雨引起批评。军方人员甲原本铺伫咧总统府头前空场的红地毯收起来，因为雨落未停，本来要用隆重军礼欢迎友邦瓜地马拉总统阿里瓦诺临时改到厝内举行，因为2天前总统赖清德加马绍尔总统南坡行红地毯，2位元首规身躯南加淡国国的画面引起批评。这是外国总统阿里瓦诺去年1月就任以来第一遍带团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团员包括第一夫人贝纳多、外交部长、经济部长等人。阿里瓦诺讲，希望这座会让为台湾甲瓜地马拉92年的邦谊开启新的篇章，进一步强化伫咧经贸等方面领域的合作。En donde profundizamos y ampliamos nuestros vínculos para llevarlos a un nuevo nivel.ampliando la relación económica, desarrollando la alianza comercial y estableciendo un proceso de inversión de beneficio para ambos países. 未来，台湾和瓜地马拉将会在互惠互助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符合国际趋势的计划。我们更会继续强化青年交流合作与奖学金计划，积极培育高科技及资通讯的产业人才，促进2国的繁荣发展。赖总统讲，台瓜2国虽然离正远，不过2个国家的人民的理念甲期待是紧密相连，希望会让深化交流。因为阿里瓦诺访问台湾的5天期间，台瓜将会签署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合作意向书。建立政治思想机制了解备忘录，也个促进供应链双边投资意向书，
用实际行动来深化大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昨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有通电话，双方即马是同意要重新来启动贸易谈判。也若最近中国是暂停稀土出口，造成全世界供应链较紧张。Trump 是强调一定要确保美国嘅供应安全。另外，习近平嘛要求美国就要谨慎来处理台湾问题，避免一寡台独情绪，互中国和美国嘅关系变紧张。也若中国和美国双方嘛拢提出善意，就对方去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90分鐘，也是川普一家重新登記北京了，第一遍甲習近平直接講電話。We're going to have Scott and Howard and Jameson will be going and meeting with their top people and continue it forward. But no, I think we have everything. I think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with China and the trade deal. We have a deal with China, as you know, but we were straightening out some of the points, having to do mostly with rare earth, magnets, and some other things. So those reduced trade tariff rates, they remain in effect? Yeah, we have the deal. I mean, we've had a deal. We announced the deal. Did you talk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you allowing them to come to the U.S.? Chinese students are coming. No problem. 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讲，美国应该用实际态度来看伫台湾会谈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动，也讲欢迎川普过来中国访问。同时对川普讲，未校正中美关系这台大船的航向，就按双方决定控制方向，尤其是排除各种干扰甚至是破坏。同时也讲到，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将中美两国拖入去冲突对抗的危险。这边通电话是美中5月12达成90天关系暂停协议了进行。在这段期间，双方有缘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中国批评美国限制华为晶片出口，过取消签证。美国是指责中国无法稀土的出口许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另外 ，Trump 即马嘛继续对哈佛大学出手，已经发布公告，准备要去哈佛读册的外国学生禁止因申请签证。另外嘛，用国安做理由，嘛禁止12个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另外，佮对7个国家的人民做出部分限制入境的规定。川普伫第一个总统任期实施过对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即马又搁定来啊！伊切是以保护美国人唔免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做理由，签署对12国公民的旅行禁令，包括阿富汗、缅甸、查德、更国共和国、恰达、几内亚、厄立瑞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利亚、苏丹和也门。另外对波隆地、古巴、辽国、西亚山、多国、土库曼和委内瑞拉入境的民众会受到部分的限制。不过，若是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还是签证的持有人，都无伫个限制范围内。这个禁令生效的时间会对6月初9的透早开始。川普用禁令来对待阿富汗人是引发争议，因为正侪红准以难民的身份居留的阿富汗人，是因为较早支持美军作战，封逼咧逃离祖国。若是美国终止对因的接纳和保护，可能互几万人陷入困境。川普伫同一天阁签署公告，暂停对哈佛大学的新生发放国际签证，而且指示国务卿考虑撤销哈佛学生的学术职业、交流访问等3类的非移民签证，进一步阻止外国学生来遮读册。另外，川普嘛以保护犹太学生无够力做理由，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资格，这影响到学生去申請獎助學金和就學貸款。The students, well, we want to have great students here. We just don't want students that are causing trouble. We want to have students. I want to have foreign students. I think Harvard, it's close to 31%. That's a lot. 共和党人长期指控前总统拜登伫任内疑似认知能力衰退，但是无聊说故意暗砍。川普测试搁一摆批评讲，这是一个大歹代，嘛下令讲针对较早元首拢使用的自动签名机，敢无经过授权，就互拜登的无聊乌备用来调查。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因为美国的检调单位之前有起诉2个中国籍的研究人员，罪名是这2个人非法进口一款病原体，这款病原有可能会害美国的5国拢破病，全部发毒生产。根据检方的起诉书，目前伫密西根大学内底一个中国籍的研究员简训清，甲伊男朋友刘俊勇，
因男朋友是浙江大学做生物研究的，因两个人涉嫌共谋、非法走私进口，而且做甲签证目的无符合的行为。刘俊雄是伫2024年7月份入境的时阵，去用查到伊行李内底有藏核国链包菌，了后伊的公司是反起反倒，去互美国拒绝入境。Fusarium graminearum is a worldwide distributed pathogen. It infects wheat and corn and other crops. And it do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toxins, mycotoxins. 案件发生了后，中核党籍的国会议员拢指控中国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对美国发动生物战，是农业的恐怖主义。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核国链包菌美国境内嘛有，为着食物病虫害的研究，未少研究机构拢会想办法摕到这种菌。Occasionally, we need to bring in isolates from overseas. But to do that, we work through 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 branch of the USDA, to make sure that we're importing isolates correctly and then containing those and then destroying them once we're done doing the work with them. 问题是，这个刘俊勇甲简分清因涉嫌共谋走私的菌，敢是伫中国就有先改造过，强化伊的抗药性。这若是事实，搁流入去美国的农场内底，美国农业上界大棚的五国。可能会拄到毁灭性的灾难。公司新闻，徐嘉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媒体即马有报讲，马斯克是因为批评川普政策，两个人若亲像已经拆破面。马斯克是指控讲，川普要推的这个法案是咧分利益，也毋过川普颠倒是批评讲，这是因为马斯克的电动车税互取消免税，伊是见效长上去。继续关心菲律宾和美国的军方是第7届伫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嘛有闪开有争议的区域。演习的内容包括近海的联合行动、火力支援，另外嘛有要来增加双方共同作战能力。来看泰国的移民局开记者会，表示讲最近伫索曼那坡机场有掠到3个台湾人，3个台湾查甫人，因是早19支手机入境泰国。经过调查，这手机拢已经有盗好 SIM 卡，而且佫有绑银行的口座。这个查落才发现讲，这口座拢和诈骗案件有关系。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金门两侧侦查营，也就是人咧讲的海洋蛙兵，有一个姓陈的下士，伫昨早进行受水训练的时无细致渡水，赶紧送金门病院去救。虽讲有恢复喘气和心跳，也毋过情形也是无乐观，所以昨昏已经赶紧转到台北的三军总病院继续医治。官兵倒伫个两桥顶悬，准备要后送台北三军总病院，当炮正着急的心情拢看得出来。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金门两侧侦查营，就是人咧讲的海龙水鬼啊，一个渡训队姓陈的下士，在5早起伫做入营训练的时阵，发生渡水的意外，军方紧甲人救起来。姓陈的下士送去金门病院急救了后，恢复呼吸、心跳，但是状况同款无乐观。经过评估，决定后送本岛，下晡到台北三总，互医方接手替伊积极来治疗。本部将会全面检视维安风险管控的机制，还有应处的程序，避免类案再生，确为部队训练的安全。国军特种部队之一的海龙水鬼啊，过去就是互对方听到名就惊到的水鬼啊。主要伫咧澎湖、金门、马祖这离岛，任务是真多元，会当执行海域巡弋、水文侦查、运补护航。啊，未正式变做海龙水鬼啊的官兵叫做渡官啊。专家讲，这阵渡官啊，要接受美军陆边无的协训，加上上尾克兰州的考验，通过才会当变做海龙水鬼啊。但是关强度的训练嘛，藏受伤的关风险。最简单的蛙人操，还有水中长泳、潜水、武装求渡、拘束住的这种求生的游泳，他都要练习。那目前来讲，看起来啊，他们是在准备克难州之前的准备动作。专家建议国军甲渡训队对金门刷去本岛，若是训练的时阵发生意外，本岛的医疗资源比离岛较丰富，会当确保官兵得到较完善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昨昏有报讲，台湾的驻通电军对广州的科技公司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的公安就通缉20个
自通电军，佮甲因的个人资料、相片、名声全部拢公开。咱的自通电军是强调，这拢是中国咧搬戏，中国的各台办是配合去演戏，根本就是臭酸饭摕出来烫。 两岸情势紧张，中国官媒央视七号报道，中国公安将押咱国军的自通电军，涉嫌网络攻击广州的科技公司，发布通缉咱国20个电通自通电军，并公布相片、姓名甲身份证字号，佮提供奖金。这是伫去年9月、今年3月了后，中共第3届公布国军自通电军的构筑。近年来，台湾资通电军频繁对境内不同领域机构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活动，无底线发动网络战，图谋窃取敏感数据。央视佮引述调查报告讲，自通电军长期甲美国政治部门合作，对中国实施几落千件大规模网络攻击，方式包括楼旁扫描、钓鱼邮件、木马袭击等，不过手法无好。对这代志，自通电军应讲，中国安尼做明显就是有系统的操作，中共则是侵犯国国、造成治安风险的犯罪嫌疑人。中共广州市公安局于5月20及27日。 接连2次释出企业遭网攻讯息，需由官媒大肆宣传，再由国台办发言人指控，到今日发布悬赏通缉，明显属脉络性的操作，凸显其以恫吓威逼压迫台湾民众的蛮横心态。自通电军讲，中国又搁用后部正皮皮，未影响军心。学者分析，中国操作认知作战，对于国内宣传，立委是烦恼红通缉的官兵，各自那是真的恐惊影响安全。台湾的资通电军其实技术本质非常的强，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美国举办的国际治安大赛。 在14国54个队伍中，荣获冠军，所以并不是所谓中国的这个公安所说的技术层次低落，这都暴露出这个中国公安刻意在栽赃抹黑的一个手段。另外，中国国台办7号宣布，针对民进党立委沈碧荣的爸爸沈土城所经营的台湾钓鱼公司，甲中国企业有无的往来，得到经济利益。中国无允准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伫中国趁钱，所以实施电改禁止合作。现在对中国来说，政治是连呼吸就是台独。 我们是在中南美洲做贸易的，其实它是向世界各国来下订单。那中国现在如果要对我们来做这样贸易商来做这样的处罚的话，那其实是牺牲他自己人民生产的利益。对中国封杀爸爸的公司，沈碧荣回应讲，伊因为推杀国安相关法案，限制通奸渗透，就互因制裁。中国是意识形态自然救助，不过中国的制裁受害颠倒是因家己的产业甲劳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是为着要防止中国渗透嘛，要透过法律来阻挡，牵涉国安也是重大利益的公务人员特殊查核办法，伫今仔日要起行。头一批会先锁定行政院的5位大官和因办公室的成员，也若国防部的部分嘛有修正人事规定，牵涉机密的特殊查核会带条件去检验敢有公白贼。这个30外岁有乌道背景姓李的查某人，另外一个身份是新北蘆洲某一个公庙主委，互人查到涉嫌吸收8个现体的军人，伫台湾发展组织，诱拐因翕导航影片，收集军事机密交付中国。测试最高法院判处6年8个月定案，针对强调案真济，公布修正人事规定，涉密特殊查核，有条件进行科学仪测。科学仪测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测谎仪。那目前我们国防部所使用的测谎仪是跟国安局、刑事局、调查局都同一种的设备。国防部表示，为了确保极机密、绝对机密等涉密职务人员忠诚甲信任，列做查核表审查、书面说明加面访，拢互人认定有疑问，就会进行科学仪测。不过学者认为，这种白查无通过，受查人员有权申诉，不过较歹有执行涉密职务的机会。但是显现不代表说你有犯罪。只是透过这样的仪测结果来当做要不要录用你或者担任这个职务的参考。那国军爱加强防止强调牵涉国安也是重大利益公务人员特殊查核办法7日生效。头一波查核对象会锁定行政院5长，包含正副院长、正副秘书长甲因办公室的人员。
行政院的伍长，还有就是办公室里面所任职人员会优先办理第一波的特殊查核。人事总处表示，若是查核的对象无属于公务人员体系，会采用自管署方式处理。目前已经完成规划，会伫新法生效了后随展开。未来针对公务人员的特殊查核次数会增加，范围会搁较宽，希望会当防止强调渗透。记者采访报道。首先介绍台上，因若人地作战，嘛是渗透的一款手段。伫5月底时，就有台湾媒体和文化人士去中国参加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这是引起批评。文化部即马是强调讲，中共有查到违法，就一定会罚。包括欧阳娜娜这个台湾艺人，长期伫咧中国发展，因为纪录片配合中共对台统战，伫中共重大政治节日转发官方媒体宣传图卡，和各界质疑。再加上有台湾的媒体甲文化界人士参加中共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发现拢讲家己是来自中国台湾，引起各界批评。文化部伫咧找5踮立法院备询时阵，李卫生问讲，这届金曲奖是毋是有中国艺人会来台湾参加？别人讲问讲，是毋是对行为引起争议的台湾艺人进行司法？文化部会不会打算修法？对于他们艺人的言论做出法则。目前对于两岸人民的只有两岸人民条例可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文化部不会打算针对你们的艺人来做这个部分。就讲是毋是对这款行为有争议的艺人对讨因的补助，或者是未来袂用申请补助的？是不是追讨曾经补助过的计划经费，或是规定之后有相关文化部这边的补助案，他们不能申请？追讨前面曾经补助过，或者是限制他未来的补助资格这件事情，我们会一并的加以讨论跟研议。因为文化部最后的报告锁定台湾世界遗产占6点的推动进行，李伟就讲，台湾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员，也并唔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家。批评中国是上大的阻碍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刚才也说了，所以我想应该是国家应该以这边的中国关系的改善有做一个重点，要成为我们这个前提点。它第一个，它必须要先有文资法，或者是刚刚讲国家森林那个法，它都一定要先有另外一个法定的资格之后，它才能够谈第二步。文化部强调，会甲陆委会开专案会议进行行政查核，若是有违法，会依照两岸条例来处罚。也强调，中共假借着文化名义，其实是咧进行统战的部署。希望相关媒体甲文化人爱共同珍惜守护自由民主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伫拜三是有公告修正食品卫生规范准则，要求卖食的袂使造钱了后蒙钱才佫蒙食的，那限期无改善就要来罚钱。所以呢，即马有真侪店头拢开始咧烦恼，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对？卫福部长邱泰源昨昏有强调讲，政府会先辅导，才会来实施。卫福部是药厂的食安新制度上路，有一部分的小食单业者是紧张噶，但是有业者表示，为着顾虑食安的问题，所以过去早都有传水槽含水桶，只要有碰到钱就会随洗手。我们有说要不要找，他不要找，你先放的好。再来我们要找就是去洗手，先讨论一下，研究一下，多听取做吃的一些意见，再来采纳。田支户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哈，这个要有一个时间来处理哈，这个我们不反对了。真侪小食单业者对新制有无同款的意见，有人认为，若是一个人经营作业是真恶，佮专工请一个人来找钱收钱。卫福部长邱泰源电报的立法院表示，新制主要是希望所有人把食品卫生顾好。刚开始也都会以辅导，所以请大家安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卖东西然后找钱的过程当中，尤其食品的当中，我们多注意一下。是由署长邱志光是强调会无限期辅导，等到社会有愈侪重视了后再来执行。不过伊嘛提出建议方案，包括互民众家己找钱付钱，也是使用计时来结。另外，若是像讲电子支付，嘛是当考虑。多使用这些电子支付，毕竟大家手机拿出来一扫描一刷就好，这可以省掉几个问题：算错钱的问题、找错钱的问题。台北市目前有使用电子支付的大商，包括南门市场、佮林甘街、夜市等等的业者，只要扫 QR code， 消费者就会当付钱，店家嘛免去蒙着钱。原来专家是建议，若是要减少大商蒙着钱有占食食，电子支付是一个方法。不过前提是政府都来综合辅导和补助的配套，安尼才会当来压悬电子支付的使用率。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伫桃园的一间高中的数理自由班是发生那亲像老师甲学生囡仔霸凌，这是学生囡仔伫网络顶悬铺文章，讲伊互老师洗面口洗，而且佫讲已经有20多人无想要互这个老师甲想要转班啊。学校是表示已经启动调查。看起来正平静的高中学校传出数理自由班的老师敢若是霸凌，学生伫咧网络顶破文讲，老师们若以上学迟到、上课讲话、排名无达到标准、学习态度无好的理由考数学的成绩，抑个讲话侮辱学生。代志伫咧网络顶愈传愈大，连其他班的学生也听到这件代志。我觉得他教的还蛮认真，但是可能有些言语上面可能比较。就跟那同学讲的一样，比较激动吗？还是什么的？他们班导感觉就是比较严格，然后口语上就是对他们说一些不太友善的话，像是你也没用啊什么的，然后就有点侮辱到他们。比如说你上课迟到的话，然后他就会跟你扣分，扣数学评成绩，但这两个是没有关联的。当所学生讲，即马规班已经有20几个人想要转班。也讲有一寡同学不甲学校甚至教育局投，不过拢无结果，只好用网络来发声。学校的书面回应讲，已经完成校案通报，开校事会议，进行调查相关事情，会好好处理所带来代志，要求这班说明学校处理的情形。特别责请学校要改进老师的相关教学、辅导及班级经营的情形。对学生检举，教育局是讲，已经要求学校爱秉公处理，确实正经查处甲检讨，未来也会继续督导追踪学校甲学生说明沟通的情形，也个案件调查的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伫昨昏有公布上新道安数字，进一步来分析，过路人死亡人数上侪县市是台中，也若整体交通死亡人数上侪所在是台南，是以机车、奥多摆啊个高龄驾驶事故占多数。行人夜雨线行伫个斑马线，行到一半雨字顶就变啊，互骑甲正紧的奥多摆弄倒。这是今年2月发生伫个台南市中西区的车祸，过路人含骑奥多摆拢受伤。交通部公布上新的道安数据，今年1月到3月，台南拢总有83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无命，是全台湾上济。苗栗嘛有29个人因为交通事故过身，新德县21个，嘉义71个，平阳嘛比去年同期增加。台南市增幅上济。就整体看来，行人的部分的确是以长辈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大部分是属于第二当事人占是比较高了。好，如果是说像是汽机车的话，是第一当事人的比例会比较高的。进一步分析，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是以台中77个人上济，和去年同期比是差不多无共。内政部已经在台中补助人行道和路口的改善。无照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会送到行政院。那不礼让行人而致死或致伤的部分，我们也是在6月底了。好，这个进度我们会加快脚步。交通部表示讲，和内政部和地方政府合作，加速完成行人交通安全设施。今年路口过路人安全设施按算在改善1316个所在，到4月底完成627个所在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花莲秀林乡的富社村，就伫阿年矿场的山骹，拜山时常常有石仔连落来去击着部落的人家厝和设施，当地人就怀疑讲是顶悬的矿场咧崩山。透过社区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测试早起11点40分，熊熊有石头落落来。全办公室的人员走出来看，居民嘛就青惊，大家拢怀疑是村庄后壁山顶阿年矿场当伫崩山。从那边开始哦，所以到这边了，那么远，对，那威力很大哦。对。小朋友都在看读书，可能会被吓到。万一是我长在幼儿园的话，那可能后果不堪设想吧。经过初步勘查，互石头攻着的所在，包括集会所、停车场、民家、人行道，拢总6位。离后壁山顶的矿场差不多400公尺。部落随召开紧急部落会议，要求阿年提出说明甲后续的解决方案。亚尼坦承是他们在炸山的时候是人为疏忽造成的。他是每天都有在炸山，他炸山的时段是11点半到12点。你到底怎么去解决？我们要听听
部落的声音，以后我们再来做一次的决定。安尼调查了后表示，英国爆破威力敢若25公尺，石头被喷出去。不过测试的事件是因为空气下骹边有部分超位，结果爆破人员无算好火药利用者安尼。我们在那个最后一道的那个装药前的药量控制没有控制好，那因为这样子的疏失，所以造成零星的飞死。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公司已经针对这个承揽商在装药作业前去加了2道的那个管制措施。好在这个事件无人员受伤，安尼强调未来火药量会要求厂商都要得到安尼相同检测才会当放，矿场会先停工3天，并对受影响的住户发放礼金，嘛会负责后续的赔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开81亿改建的高雄前镇渔港，其中的岛公园运销中心，本地是去年底就要完工啊，也阁一直拖到大到即马拢还未收尾。最近高雄咧落大雨，这个所在毋若漏雨，里面含店家嘛反映讲运销中心的单位设计拢无符合实际上的需求。因那渔业署表示会赶紧收集各界意见来改善。高雄前镇渔港的下部市摊商伫临时打规模型处理鱼啊，因为原本去年底爱完工的多功能运销中心已经做3档啊，到达大门口内部经过拢乱糟糟，只会当小看到粗皮型。有摊商讲，进前有互因入去看，渔业署的设计用具真好，不过真正无效用。他们想的很简单，说我们处理厂要另外一个，我们另外租一个，那我们卖的地方又另外一个，那是不是势必造成我们要分成2边？那分成2边的时候，我们人手嘞？我是觉得伊无适合阮这种巨鱼的这个，因为阮做的物件拢是重的呀，你还要再搬上去窗口再进去，这样子很那个吃力啦。了解摊贩的需求，在符合卫生安全没有打折的前提下面的部分，尽可能来去做一些修正。渔业署大型会开说明会收集意见，才来做改善。其实前镇渔港拢总要开81亿来改造，这阵毋若运销中心的规划受质疑。外面早期放鱼啊，一区要摊商反映，建筑的补强时间影响出入路线。李长讲工程用分区方式来做，不过对咧动线无好，阁有漏水的问题，因希望海洋局甲渔业署爱赶紧改善。不过因为 B 区中间有阻隔，导致 A 区跟 C 区的摊商他们在串联上面有点困难，包含要这个补货也好，或是民众采买也好，这都有造成这个营运上面的困难。鱼市场 B 区原则上将于7月6日开放，让摊商来进场营运。届时 A、B、C 全区将开放，提供摊商贩售。摊商强调，真正规划时阵，因已经提供看法，不过实际做出来也是无同。即摆敢若5万会当做调整，唔通互因等3年外，最后也是一场空。记者柯卡祖副朝向高雄场报道。台东绿岛真出名的畅水点小跳蛙岛，4年前南寮渔港的半环咧整修，海船乌打规个雨伞扛起来，影响生态。即马4年过去啊，海底生态总算豆豆咧恢复。109年，绿岛南寮渔港做半环修建的工程，不过施工单位无注意到海底生态。造成附近小跳岛的畅水点，因为施工大量扰动海底的沙石，船乌打去有真侪沙石啊砍掉咧。船乌打的生态是损得较真严重，海灵嘛死亡，三脚牛啊嘛无得看。在109年，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包括了码头工程以及当年有很多的一些强降雨，造成很多的泥沙冲刷到这个海里那造成这个泥沙覆盖其实非常严重。事件发生了后，县府暂停施工。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委托台湾船乌打协会做4年外的检测。今年4月，研究人员发现讲，小跳岛的海灵大量生态，真水色的三脚牛啊嘛转来啊。研究人员讲，自然生态只要莫阁有人为的干扰，加上好好保护，生态链会家己修复。海葵恢复的不错海葵7、8成应该有，然后小丑鱼有回来一些，但是感觉数量还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目前过得还蛮好的。东管处表示，透过长期监测小跳岛恢复生命力、呈现生态自然修复时间的长度，这数据会当提供参考。不过，即马绿岛南寮渔港佫一届咧施工，专家呼吁县府伫咧施工进前甲规个过程，拢爱做好生态检测，小跳岛较袂佫受到损伤。公视新闻台东报道。
高雄市伫今年的前5个月有接到要上千件讲抓走入去人家厝的通报。民众是讲通报了后，凊彩拢是等几点钟拢等无人，尾安尼里长只好高长家己去抓。有里长即马是建议讲，总共农业局也是外包团队的人力无够欠卡手，敢袂当亲像掠青岛顶共款提供奖金，无得卡就当提升效率。你也无好哦，你也无好哦。看到厝内底走蛇一摆，民众惊甲一直哀，通报农业局搁爱等要几点钟的时间，只好先拜托里长斗3工，里长无法度，嘛是硬硬咧遐讲清咧，家己来掠抓。红山保安里长讲，一个月大概拢过2-3件，虽讲家己嘛会惊，毋过伊知影里面搁较惊。你就惊，你若伊要走会免啊？你有毒的走，你可毋知当时要出来，你夹着，足危险的啊！到底有毒无毒，因毋知影看无啊。就拜托你去斗掠咧。就拜托我去夹仔去来就行。根据农业局统计，到5月底为止，高雄市通报抓走入去人家厝的案件，拢总有920件，其中一大树的86件上济。你初5早起8点到10点，1999的通报都有7件，大部分拢是外山区。东部处表示，天气愈热，抓到愈接快。尤其这段时间是因的生产期，出现的几率愈高。照规定，民众通报了后，委外团队15分钟内爱联络对方，1点钟内爱到场处理，若无就会扣钱。农业局委外捉蛇厂商需在接获通报15分钟内联系通报人，1小时内抵达现场来处理。农业局将视民众通报的地点，持续滚动检讨合理的处理时间。伫1999顶悬有几多件测试通报的案件，甲已经超过12点钟啊，进度也是等待处理。不怪民众会积极效率上摆。对此农业局表示，这部分因也正在了解到底是系统问题，也是厂商做不好。里长建议，委外团队若是人力不足，会当比较青岛顶，掠抓有奖金通摕，无的确会当提升效率，减少民怨。记者柯家驻区交乡高雄场报道。台湾囡仔有影厉害，国立的中华高中天文社学生，因伫2011年的时阵有发现一粒小行星。国际天文联合会伫最近就审核通过啊，也那学校嘛正式甲这粒小行星号名叫做中中，也就是中华高中缩短台语名。学校是表示，因为台语是将有辨识度的本土语言，这粒中中的小行星，除了是要纪念这学生囡仔伫学校读册日子，嘛希望互国际来认捌台湾。乌白闪烁的光点，这是用1.8公尺的千里镜加1.4亿位数的电子相机翕出来影像。其中有一粒编号551082的小行星，是中华高中天文社的学生伫2012年发现的。这阵正式号名做中中。阮足感谢迄种中中互阮的资源。其实做者高中拢无这种资源的，非常幸运，就是读到彰中。上艰苦就是中昼大家拢困，下课了大家休困，也是大家读册的时阵，阮搁伫遮继续拍拼。中央大学天文所2012年发起台湾高中生参与国际天文超撮联名的小行星超撮计划。中华高中嘛有加入计划，学生利用伫夏威夷的千里镜传过来影像资料比对，观察年外的时间，才发现这粒551082的小行星嘛真难得有这个机会替551082号名。按照国际惯例是讲，这个是倒一个望远镜发现的，因的单位才有资格去号名。这摆这个机会是最难得是讲艾萨克号名的机会，互咱参加的这个学校。经过13年国际认证了吼，今年5月，甲咱通知讲，咱会使来命这个小行星的名，因就表达对学校的爱甲感恩，甲这粒小行星号做中中。学校表示，台语是学生仔平常时的生活语言，所以这边特别用台语中中落去号名这粒小行星。除了纪念学生伫学校读册日子，嘛希望用有辨识度的台语，和台湾的本土语言伫国际甲天文界闪示发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通园万丹文化节伫即礼拜要正式起鼓，拜六的时会先有艺歌的游行，刷落来阁有艺阵的表演，甚至即届嘛有邀请马来西亚、泰国的队伍来参加人龙人狮的比赛，希望要互民众和国际更加了解咱台湾即个土地的文化底蕴。第一
顶高声闹一滚滚，随着展现出家庭的气势。桃园市政府自2011年开始，逐年拢有办桃园万人文化节，今年已经第14年。活动自6月初5正式起稿，为着要呈现台湾文化，活动包括艺歌游行，更有艺阵大汇演，结合电头、人火特技，也有高空技术等等，希望透过精彩演出，让民众看到现代和传统的结合，可以让更多有技艺、更多学表演的人，可以去融入我们更多这种台湾或是庙会的艺术的这些元素，它都是可以拿来做运用创作，这样反而更能推广，更多人知道。另外，办桌原来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食食文化。桃园万人文化节有真侪民众所期待的总铺师办桌。今年办桌以写生演做主题，总铺师表示，因拢是用桃园各地区上在地的、上有代表性的食材来规划做出料理，含量100桌要开放予民众登记注文。阮的鱼啊吼，内底嘛是包迄个富士乡的竹笋，啊个吼来阮的甜汤吼都是迄个莲子，啊是观音的莲子，啊，咱的冷盘内底吼有观音的莲藕啊，吼，啊个有拉拉山的迄个木耳，拢是在地的。今年桃园万人文化节也佫有国际论坛，要来探讨共乐工艺、传统戏曲的演变和创新等等。另外嘛有邀请国际队伍来比邀请赛人领人赛。活动拍算自6月初5开始，一个月来拢有无共活动。桃园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元和丰富的文化活动，来呈现各族群的民俗风情、信仰文化和食食，嘛通愈了解桃园。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桃园报道。也让即阵国际串流平台是愈来愈时行，互咱台湾的戏剧嘛有机会徛起哩国际舞台。亲像伫顶礼拜才拄完结篇的台语戏剧《成功路上》，就有摆入去 Netflix 的排行榜。制作人就表示，关键是做出台湾特色，语言毋是阻碍，等到会当互搁较侪人来认捌咱台湾是岛屿的国家。自你来阮家偌久了。我就感觉你那是我阿祖贵。公司台剧大戏剧《成功路上》伫咧顶礼拜大结局，互观众看甲目屎流、目屎滴。戏剧内底男主角建中因为受过伤心，面对着老母死去、老爸欠孝，意外对现代穿越转去1989年，想要做出改变。你笑我呢？那我跟你玩了。这出戏剧也打破大家对台语戏剧印象，和台剧8点档无同，是请偶像剧演员郭雪芙和李清彬来做演出。导演讲，只要拍片拍了有品质，不管是台剧剧也是华剧剧，拢有机会徛去国际舞台。我觉得对国际来说，听国语跟台语应该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对他们来说听起来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也趁机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华语区就是有不同的语言。我是水手，二零上有名的护理家，上大块的小菜。这伫成功路上的后一档戏剧，拜6礼拜伫6月初8就要播出啦。同款是以全台语的方式来做演出。3个伫学生时期感情就真捌一个好朋友，面对着要50岁人生，有人要结婚，有人搁咧做人的第三者，有人互生活逼甲真忝，干那想要转去厝里休困。故事就发生伫咧中华二林镇，导演讲要互大家爱看台剧剧，就是爱贴近生活，找到观众的共鸣。咱这回故事是发生在中华二林的所在，所以有足多不如葡萄酒啊，也有二林高中内底拍boxing的内底一个背景。文化部拜四举办大流来式记者会，文化部长李婉邀请14出的戏剧，将近100位的影视创作者来到现场，希望会当当面甲因表扬鼓励。这侪优秀的影视人才，透过影视作品，互世界看到台湾，甚至搁伫咧国际串流平台有真好的表现，真正是现台湾的戏剧愈在地愈国际。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嘛是互世界看到台湾，这是2005年世界博览会伫日本大阪举办。虽然咱台湾无法度用国家的名义去参加，也毋过即马有一阵民间团体因家己发起台湾家己馆的计划，用创意和行动，要互世界看到台湾。2025年，日本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台湾也有参加。不过，因为台湾毋是国际展览局的会员，加上中国长期的施压，台湾敢若会当以企业的名义去参加。有一另爱台湾的团体组成台湾家己馆，用募款的方式，家己起一个台湾馆。政府有投资20亿，伫迄个大阪世博迄个场地内底有一个馆，不过迄个馆袂当合作咱的名，所以咱讲咱来补充政府有困难的所在。
民团伫台湾成功募到200万，伫日本外号瑞海成功起一个台湾家己馆。台湾馆的设计师也分享起这个台湾馆的插头是日本的衫仔和台湾的衫仔组成的。起的过程有真侪日本的民众和台湾的民众来斗相共，互因真感动。我们在过程中呢，没有机器，有的是大家呢一起动手来做。我们的这个主结构的木材呢是日本的杉木，那用日本的杉木来配台湾的杉木。因为经费有限，团队无法度伫日本的每一个所在拢设一个台湾家己馆。团队受到一个创意，因设计一个月球，月球顶面画一个台湾。因早这个月球四过行透透，甚至伫咧世界博览会现场甲月球拍开。团队讲会用月球来做展示，是想要向世界表达台湾人若无法度伫咧地球出声，就飞出去月球讲互世界听。这个行动也引起关注，伫咧日本、美洲拢有民众响应这个活动。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盲盒这是一款买物件，也毋过毋知影你到底是买到啥，内底底啥物件的商品。这几年是对中国开始流行，内底呢有可能是佚佗物啊，有可能是红啊，甲一寡细项物。这款风潮即嘛对亚洲一直流行到欧洲甲澳洲去啊。广州这个店厅内底各种造型真幼儿型的红啊，囡仔看甲唔愿走。我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的姓。中国这阵啊流行酸暗鸭肉，这个电视的大型红啊，每一只外形设计拢有特色。消费者看到真想要甲贵价的商品拢炸转厝。业者嘛知影民众的想法，就甲因制作成抢碗大细，装入鸭肉内。毋过无甲你讲内底装倒一只，互民众购买时阵充满期待。若是拆开时阵发现无买到想要滴的，就会继续甲买落去。若是买到较稀罕的，继续会起10倍。这种毋免开大钱，都有消遣效果。正做中国经济无好的时阵，少年职员负担会起的幸福。业者讲，即马酸暗鸭肉已经为亚洲传到澳洲甲澳洲，除了目前大家真欢迎的辣布布、加咸的系列，另外还有中国元素的红啊。For example, the face-changing opera masks from Sichuan, the ancient zither-playing figure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y, and other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ve carefully woven them into the design. And as you can see here, there's also Kung Fu tea. It's all very charming and delightful. 业者讲，今去年下半年，按鸭肉的业绩就达到6000万人民票，差不多大票2.5亿。Z世代的少年人是上大的消费族群。不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有专家是烦恼，算无偌久，随时嘛会退流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23度至31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专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